大家好，我係梁浩然。講到消防員，唔少人首先會聯想到撲滅烈火嘅畫面嘅。但其實消防員除咗預防火災同埋搶救災害之外，主要嘅工作仲有緊急救護服務嘅。今集嘅警民同心就會同大家講下呢項同市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嘅工作。我身邊呢位係消防局嘅代表，一等消防區長林進生。大家好，緊急救護服務喺1923年起已經喺澳門存在，由當時嘅消防隊負責。救護範圍包括消滅地方性流行病嘅傳播、運送傷病者等服務。保安部隊喺1994年曾經進行過內部調整，轉為由治安警察負責公眾場地嘅病人、家居事故同埋嚴重意外事件嘅傷病者救護服務。而消防隊嘅救護服務就以救助病人以及院前接送為主。但係隨住澳門人口急速咁增長，救護服務嘅數量亦都係大幅增加嘅。喺1998年，消防隊再次全面負責緊急救護服務。喺經過持續培訓同埋技術更新之後，形成咗現時一支成熟嘅救護部隊。究竟佢哋平日嘅工作流程係點呢？林 Sir， 首先，消防局控制中心一接到緊急求助，就會即時分析同埋判斷，按需要派出緊急車輛同埋人員到場執行救援以及救護嘅任務。而消防員從接收到緊急召喚嘅該秒開始，就會進入執行任務狀態。喺介紹救援服務之前，我哋先嚟了解一下控制中心係點樣做好接報同埋調派嘅工作。控制中心作為消防局行動工作嘅第一線部門，負責為前線隊員提供必要嘅現場資訊，以及調派緊急車輛，確保現場有足夠嘅資源執行滅火以及拯救嘅工作。由於救援工作係爭分奪秒嘅，控制中心入邊仲安裝咗多部監測系統，以便密切留意交通嘅狀況，尤其係澳氹之間3條大橋嘅橋面情況。如果發生交通意外，中心會即時透過系統觀察車流嘅狀況，對救援車輛作出靈活嘅調配。另外，對於緊急嘅救援服務，消防局已經制定咗喺出勤廣播後1分鐘內出車，喺路面狀況正常嘅情況下，需要喺出動後6分鐘內到達現場嘅服務承諾。故此，控制中心會監測消防局各個行動站轄下緊急車輛嘅出勤狀況，以評估服務承諾嘅執行情況。此外，控制中心嘅人員溝通能力亦都係十分之重要嘅。喺佢哋同市民溝通嘅時候，需要有一定嘅技巧，以便得到最詳細嘅事件資訊。控制中心隊員必須掌握好聆聽同埋提問技巧，以耐心、清晰同埋掌握重點作出引導式提問。例如交通意外會問有幾多人受傷，有冇人被困，涉及幾多車輛，以及有冇煙、有冇火，而唔會只係問現場情況。過程中亦會不斷咁安撫報案者嘅情緒，因為報案者多數會受突發事件影響而處於驚慌狀態，難以提供清晰嘅事發地點同埋事件情況，影響消防局緊急調派服務。市民應盡量喺安全嘅情況下致電消防局緊急求助熱線，同時盡量保持冷靜，提供事故地點能夠觀察到嘅現場環境、現場傷者數目同埋傷勢及個人聯絡電話等相關資料。另外，喺接報嘅過程入邊，控制中心人員會判斷事件嘅嚴重性以及登記有關資料，然後就會即時根據事件性質通知所屬區域嘅消防行動站派出人員以及車輛到場處理。要成為一支出色嘅救護部隊，需要有足夠嘅專業知識同埋實踐經驗㗎。咁所以消防局非常重視救護人員嘅培訓。冇錯，早喺2000年以及01年，本澳消防局20名嘅人員取得咗香港救護學導師嘅資格同埋證書。同年嘅9月，澳門消防局開始自行舉辦緊急護理證書課程，培養出一批又一批獲得合格證書嘅救護員。消防局仲會派員到內地，同埋同英國救護學會香港分會合作舉辦培訓，提升服務嘅質素。當然，要提供良好嘅消防救護服務，除咗人員培訓之外，設備嘅支援亦都係十分重要嘅。澳門現時有咩救護車輛呢？一齊睇下。現時消防局總共有38架唔同型號嘅救護車，因應現場嘅情況，可以派出小型或者係大型嘅救護車。而每一架標準嘅救護車都裝備有先進嘅輔助醫療儀器，以便救護人員為傷病者提供進一步嘅院前輔助醫療服務。另外，消防局仲設有14架滅火救護電單車同埋1架救護裝備運輸車。而喺人手方面，目前消防局總共有941名消防員擁有救護員嘅資格，同埋98名救護導師。
為咗令大家更加了解救護車上面嘅設備，我哋依家就由消防局嘅救護導師同大家介紹一下。而家就由我為大家介紹一下我哋救護車上面嘅裝備。現時我哋車上嘅裝備全部都符合國際標準，可以處理任何類型嘅患者。例如救護員遇到一啲創傷性嘅患者時候，會使用抽真空夾板、長脊椎板等。而對於進行維持生命、冇呼吸、冇脈搏嘅患者時候，我哋有心臟除顫器、心肺復甦按壓板、氧氣系統等。而當需要幫患者進行檢查嘅時候，亦都會使用電子血壓計、血含氧量機等。與此同時咧，我哋本局嘅救護員咧，亦曾經修讀過緊急分娩課程，對於一啲緊急分娩嘅個案，亦都能夠即時作出處理。為咗令市民更加了解消防人員面臨嘅實際情況同埋行動，今集嘅案件重演會以消防人員嘅角度出發，講述真實嘅救援故事，模擬當時危急嘅情況。我哋希望市民喺遇到相似案件嘅時候，能夠第一時間通知警方或者消防局，讓消防人員能夠盡快到達現場執行拯救工作。先生點啊？放鬆啲，坐低先。你唔使驚，我係消防員。交通意外，地址係石排灣馬路近60E11燈柱。現場有2名傷者，一男一女。有1名被困。私家車大量冒煙。我姓鄧嘅，6637個。先生，有冇事啊？我係消防員，我哋啲警嘅車輛好快會到啊，你放心啊。師兄啊，後邊有個女傷者，同埋入邊有個男仔被困。好，得，唔該晒。張先生，今天發生咩事啊？先生。OK， 先生。得。係一位時啊！1、2、3，好。就上述剛才嘅情況，如果當大家遇到或者目擊意外發生嘅時候，首先要保持冷靜，然之後要留意返自己所身處嘅現場是否安全。市民除咗可以打999報警求助外，亦都可以致電消防局緊急求助熱線28572222或者119及120。然後喺報警求助嘅時候，我哋需要清楚明確講出事件嘅性質，例如交通意外有冇人被困，然後講出正確嘅地址，現場有幾多名嘅傷者嘅情況以及現場嘅情況，
如果可以嘅話，我哋仲需要你提供一個可以聯絡得到你嘅電話，因為你所提供嘅資訊對我哋嘅救援工作都有極大嘅幫助。消防局今年首次喺西環湖行動站舉行消防局開放日嘅活動，參觀人士可以近距離接觸到平時唔常見嘅消防設備，同時亦都可以喺模擬嘅拯救表演裏邊感受到消防人員捨己救人嘅精神喎。係啊，消防局希望透過開放日活動，增加消防人員同市民互動交流嘅機會，向大眾灌輸消防救援以及救護工作嘅資訊，加強市民對消防工作嘅認識。今年係消防局成立133週年，4月17號，消防局喺西環湖行動站首次舉辦咗消防局開放日嘅活動。活動嘅內容包括有消防工作嘅體驗、攤位遊戲同埋車輛嘅展示，仲有模擬拯救表演。另外，市民仲可以體驗一下乘坐鋼梯車同埋平台車嘅感受，市民親身感受到消防員嘅救援同埋救護服務工作係點㗎。消防局仲邀請咗多個社團同埋學校嘅代表參與開幕式。局方希望藉住呢個機會，向相關嘅社團同埋學校代表頒發表揚狀，以讚揚各個團體對消防工作嘅支持同埋幫助。透過開放日嘅活動，消防局希望拓展消防人員同市民互動交流嘅層面，加強市民對消防工作嘅認識同埋了解，持續深化社區警務嘅工作，同埋加強宣傳教育嘅力度。更加希望可以吸引小朋友同埋青少年立志投身消防呢個職業。即係有消防日咁樣，佢又好中意消防啊、警察啊，咁咪帶佢嚟睇下咯。佢會對消防車有興趣。玩咗砌圖同埋着咗消防員嗰啲衫，消防員嘅工作好辛苦。同埋消防員救火，係發揮教育部分呢，咁就都會邀請消防局嘅有關人員到我哋學校進行一啲防火嘅知識講座啦。咁以及呢，我哋都會組織學生認識我哋嘅社區嘅。咁消防局呢，係我哋其中一個學習嘅地點嚟嘅。市民直接去參與呢，係親身去感受翻消防局消防員日常嘅救火工作呢，係有利於小朋友嘅自細對嗰個防火嘅意識提高啦，亦都有利於家長對小朋友嗰種教育。今集介紹消防局有關救護服務嘅工作就到呢度啦。下一集我哋會介紹颱風季節嘅民防工作。下一集再見。再見。